清晨的台中郊外，陳偉明站在自家後院，手裏拿着水管，慢慢替菜池澆水。水剛落下去的時候，土看起來很濕，好像終於喝飽了。可是到了中午，太陽一出來，表面的土又變成灰灰白白，用手一摸，硬硬的，像一層薄薄的殼。陳偉明今年72歲，退休以後最喜歡做的事，就是在後院種一點菜，幾株小番茄，幾棵9層塔，旁邊再留一小塊地方種地瓜葉。原本只是想讓餐桌上多一點自己種的味道，也讓每天的生活有一點期待。可是這2年，他越來越常覺得奇怪，肥料也買了，土也翻了，雜草也拔了，水也沒有少澆。可是菜就是長得不夠穩，反倒是旁邊沒人照顧的雜草，總是一場雨後就長得很有精神。很多人看到這裏，第一個想法都是不是肥料不夠？於是週末又去園藝店抱回一袋又一袋肥料。可是請先不要急住責怪自己，也不要急住把問題都推給土地。菜長得不好，不一定代表你不會種。很多時候，真正需要被看見的，不是你少做了什麼，而是這塊土已經累了很久。今天我們先不急着談要買哪一種肥料，也不急着談要種哪一種菜。今天我們用一個比較穩的方法，先替自己的土做一次簡單觀察。就像人類的時候，不是馬上吃更多東西就會好，土也是一樣。如果土的表面長期沒有遮蔽，水分一下子就被太陽帶走。如果土裏缺少慢慢分解的有機材料，肥料進去了也很難留下來。如果每次都把土翻得很深，原本在土裏慢慢形成的小通道，也可能一次又一次被打亂。所以這支影片想陪你做的，不是更用力地種菜，而是更清楚地看懂土地。你可以把它當成後院的一次小檢查。第一，看澆水之後，土可以保持濕潤多久。第二，用手抓一把微濕的土，感覺它是鬆鬆散散，還是能輕輕結在一起。第三，靠近聞一聞，土是有一點清爽的泥土味，還是悶悶的味道。如果你家的土也有3個情況，澆完水很快乾，曬過太陽就變硬，肥料下了卻沒有明顯變穩，那麼問題也許不只是肥料不夠，而是土缺少一層保護，缺少能慢慢餵養它的材料，也缺少一段安靜恢復的時間。陳偉明後來沒有急住改造整個院子，他只是選了靠近水龍頭的一小塊地，大約1平方公尺，先從那裏開始。因為對一個喜歡種菜的人來說，最重要的不是一天做很多，而是做完以後還願意明天再來看一看。只要這一小塊土地開始變柔軟，開始留得住水，開始有一點泥土的氣味，整個後院就有了重新開始的方向。接下來我們就從最簡單的5分鐘觀察開始，看一看你的土到底是在缺肥，還是在提醒你，它需要被蓋住，需要被慢慢餵養，需要你用另一種比較輕鬆也比較長久的方法來照顧它。在開始鋪紙箱之前，我們先做一個很簡單的5分鐘觀察。這個觀察不需要任何工具，也不需要花錢，你只需要一雙手、一點耐心，還有願意重新聽土地說話的心。第一個觀察是看水留得住多久。早上澆水之後，不要急住離開，過2-3個小時再回來看看。如果表面很快變白，手指一撥就像乾粉一樣散開，代表這塊土可能不是缺水而已，而是缺少能把水留住的有機質。很多人以為多澆幾次就好，可是如果土沒有流水能力，澆下去的水很快就往下流走，或是被太陽帶走。人辛苦，菜也辛苦。第二個觀察是捉一把微濕的土，不要捉太乾的，也不要捉剛剛淋到像泥巴的，用手輕輕握一下，再慢慢打開。如果土完全散開，像沒有力氣的沙粉，代表它缺少把自己連在一起的材料。如果土黏成一團，怎麼撥都不開，代表空氣進不去，根也不容易伸展。比較理想的狀態是它可以輕輕成型，手指一壓又能鬆開。這樣的土，水分和空氣比較容易一起存在。第3個觀察
是聞味道。這一步很多人會忽略，但其實很重要。健康的土不一定很香，卻會有一種雨後泥土的溫和味道。如果你聞到的是很悶、很酸，或是像東西腐壞的味道，那就代表下面可能太濕、太密，或是有些材料放得不對。這時候不要急着翻新，也不要急着再加肥料，先讓上面的材料變得更透氣。加入一些乾落葉、稻殼或椰籤，常常會比再買一包肥料更有幫助。陳偉明第一次做這3個觀察時，心裏其實有一點不好意思。他種菜這麼多年，總覺得自己應該早就懂土。可是那一天他才發現，自己過去常常只看菜有沒有長大，卻很少真正看土本身的狀態。他早上澆水，中午再看，土已經乾得很快。他捉了一把土，輕輕一握就碎開，靠近一聞，沒有什麼泥土氣味，只覺得乾乾的。那一刻，他明白了一件事，原來這塊地不是不願意長菜，而是他沒有一個可以慢慢恢復的環境。就像一個人每天都有吃飯，卻一直睡不好，也一直被太陽曬住，身體當然很難穩定下來。土也是一樣，肥料只是其中一件事，遮蔽、濕度、空氣、有機材料才是讓土慢慢回神的基礎。所以在今天的做法裏，我們不把肥料放在第一位，我們先把觀察放在第一位。只要你願意花5分鐘看一看，就會知道接下來不是要更用力，而是要更有方向。很多人種菜種到後來，最累的不是流汗，而是心裏那種想不通。明明已經很勤勞，明明肥料也沒有少買，明明週末都在院子裏忙，為什麼菜還是長得不穩？這時候請不要先責怪自己，因為很多讓土變累的原因，正是我們過去以為正確的習慣。第一個習慣是讓地表長時間裸露。台灣的太陽很有力量，尤其是中南部，一到中午，水泥地會熱，花盆會熱，菜圃表面的土也會熱。當土沒有被落葉、稻殼、乾草或其他有機材料蓋住，水分就很容易散掉，表面反覆乾掉，下面的根就很難得到穩定的水分。這時候再澆水，只是短暫補一下，不能真正改善土的狀態。第二個習慣是一直深翻土。很多人看到土硬就拿鋤頭翻，剛翻完時看起來很鬆，心裏也覺得舒服。可是如果每一季都深翻，每一次都把土裏原本慢慢形成的小通道打亂，土反而很難建立穩定的結構。蚯蚓走過的路、舊根留下的空隙、微生物生活的位置，都會被一次又一次翻起來。土不是不能動，而是不需要每次都大動作。第三個習慣是指依靠快速肥料。快速肥料可以在某些時候幫助植物，但它不是土壤全部的答案。如果土裏沒有足夠的有機材料，沒有慢慢分解的落葉和乾草，沒有讓水和空氣停留的空間，肥料下去以後也不一定能留下來。這就像桌上有飯菜，可是碗破了，筷子也拿不穩，吃進去的效果自然有限。林家豪住在彰化，他跟陳偉明一樣喜歡種菜，每到換季，他都會買幾包肥料回家，心裏想着這次應該會不一樣。可是下過一場大雨之後，菜畦表面會變硬，太陽一曬，又出現細細的裂縫。後來他注意到牆角那一小片沒整理的地方，落葉堆了很久，底下的土反而比較濕，也比較鬆。他才開始想，也許土地一直在提示他，自己需要的不是更多刺激，而是一層保護。所以我們要把問題換一個問法，不要只問還要不要再買肥料，先問3件事：地表有沒有被蓋住？土有沒有留住水？土裏有沒有正在慢慢分解的有機材料？這3個問題比肥料的品牌更重要，也比一次做很多更實在。從這裏開始，照顧菜園的方向就會變得清楚。你不是要跟雜草打仗，也不是要把土一次翻到很深。你要做的是幫土地蓋一層可以呼吸的鼻子，再給它一些能慢慢分解的食物。當土不再天天被曬乾，不再被反覆打亂，它就有機會一點一點恢復自己的力氣。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一個很容易記住的方法，
不要想得太複雜，也不要一下子做太大。先從1平方公尺開始，做4層就好。第一層是擋光層，第2層是綠色食物層，第3層是中式保濕層，第4層是啟動用的水。第1層用乾淨的紙箱，請記得把膠帶撕掉，把釘書針拿掉，也不要用表面亮亮的塑膠膜紙箱。紙箱鋪在地上，不是為了把土地封死，而是為了暫時遮住陽光。很多雜草要發芽，需要光。當光被擋住，它們就會慢慢失去力量。原本留在地上的草，也會逐漸變成土壤的一部分。紙箱邊緣要稍微重疊，不要留下太多縫隙，否則雜草很容易從縫裏鑽出來。第2層是綠色食物層，可以用剛割下來的草，切小的菜葉，少量咖啡渣，或者廚房裏沒有油、沒有鹽、沒有調味的蔬菜邊角。這一層不要太厚，薄薄鋪開就好。它的作用是比較快地分解，讓土裏的小生命有食物可以開始活動。如果綠色材料放太厚，尤其在台灣潮濕的天氣裏，容易發熱，也容易有悶味。所以記得綠色材料是點火，不是把整個爐子塞滿。第3層是中式保濕層，這一層很重要，可以用落葉、稻殼、椰籤、乾草或剪碎的小樹枝，它像一件透氣的薄被，幫土地擋住太陽，也讓水分不要一下子跑掉。鋪的時候不要用力壓，讓它保持蓬鬆。土也需要空氣，材料太緊反而不舒服。這一層會分解得比較慢，所以它像慢慢供應的糧食，讓土地不是一下子吃太飽，而是穩穩地被照顧。第4層是水，水不是隨便沖一沖，而是慢慢澆，讓每一層材料都濕潤起來。你可以想像這1平方公尺的土地像一鍋慢慢煮的湯，紙箱像鍋蓋，幫它安定下來。綠色材料像新鮮的菜，提供活力；中式材料像小火，讓味道慢慢出來。水則是開始烹煮的那一刻。這鍋湯不能急，火太大會焦，材料太亂會悶，慢慢來才會好。陳偉明第一次做的時候也不是很熟練，他先把雜草踩倒，沒有全部拔起來，接住鋪上紙箱，再放一層薄薄的菜葉和割下來的草，最後用鄰居給他的稻殼和自己掃起來的落葉蓋上去。他做完後沒有立刻種滿菜，只是每天早上經過時用手摸摸表面，看看是否還有一點濕氣。這就是這個方法最適合大多數家庭的地方。它不要求你一天變成專家，也不要求你把整個後院翻新。只要1平方公尺，只要4層，只要願意觀察，你會慢慢發現，真正好的種菜方式不一定是手上拿着更多工具，而是讓土地重新有機會自己運作起來。如果這個方法要在台灣使用，就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地方的做法。台灣有自己的天氣、自己的雨季，也有自己的日照，懂得調整才是讓方法真正落地的關鍵。在北部，像台北、基隆、新北的一些地方，濕度比較高，下雨的日子也比較多。這種環境下，鋪層最需要注意的是通風和排水。材料不要壓得太緊，綠色材料不要放太厚。如果你發現連續下雨之後，表面一直濕濕悶悶，就要加一點乾落葉、稻殼或椰籤，讓上層變得比較透氣。北部的重點不是一直補水，而是讓水有地方走，讓土可以呼吸。到了中部，像台中、彰化、嘉義，日照比較穩，風也比較明顯，這種地方很適合用覆蓋來補水，因為土如果裸露，一陣風加上太陽，很快就會乾。陳偉明住在台中郊外，他後來發現，只要地表有蓋一層落葉和稻殼，同樣一次澆水，土底下能保持濕潤的時間就比較長。不過中部也要留意大雨後的狀態，如果某一角積水，就不要急住再鋪厚，先把排水整理好。南部像台南、高雄、屏東，太陽更強，夏天也更容易感覺地表發燙，這時候中式材料很重要，可以多用稻殼、乾草、椰籤這類比較透氣又能遮陽的材料。綠色材料要更節制，尤其是菜葉和新鮮草，不要堆成厚厚一層，不然在高溫潮濕的環境裏，很容易變得過熱或有味道。做好土之後，選菜也要跟着調整，不要一開始就什麼都種。
小黃瓜和絲瓜適合靠近架子的地方，讓它們往上爬，空氣流通也比較好。小番茄和甜椒需要比較多日照，可以放在陽光充足的邊緣。地瓜葉很適合台灣家庭，生長力穩，也容易採收。九層塔和青葱可以種在邊邊角角，平常煮飯時摘一點，很有生活感。天氣比較涼的時候，再來試一些，葉菜會更穩。種苗的時候有一個小細節一定要記得，不要把覆蓋材料緊緊貼住幼苗的莖，先把落葉和稻殼撥開一小圈，挖一個小洞，把苗種下去，再把材料輕輕蓋回周圍，但中間留一點空隙，這樣可以保濕，又不會讓小苗的根部太悶。陳偉明後來就是這樣安排，他把小番茄放在最有太陽的位置，把九層塔放在菜畦邊上，把絲瓜種在舊架子旁邊，每一種菜都有自己的位置，他自己走路澆水也方便。對年紀大一點的人來說，這很重要，不是種越多越厲害，而是種得剛好，照顧得舒服，收成時心裏也輕鬆。鋪好4層之後，真正重要的工作才剛開始。這個工作不是每天去翻它，也不是一直擔心它，而是每週花一點時間看一看。土地恢復的速度不會像開關一樣，今天打開，明天就完全不同。它比較像一壺茶，慢慢泡，味道才會出來。第一個好的跡象是你撥開表面的落葉或稻殼時，底下的土還有一點濕潤，不是爛泥，也不是乾粉，而是手指碰下去有一種柔軟的濕氣，這代表覆蓋層正在幫你留住水。以前澆完水很快乾，現在水能停久一點，植物的根就比較有時間慢慢吸收。第二個好的跡象是味道變得比較舒服。剛開始鋪材料的時候，可能會有一點草味或菜葉分解的味道，可是如果幾週後你聞到的是比較接近雨後泥土的味道，那通常代表裡面的分解正在往穩定的方向走。這種味道不濃不刺鼻，只是讓人覺得這塊土開始有生命感。第三個好的跡象是看到蚯蚓或一些小生物出現，這不代表土已經完美，但代表這個地方開始適合生命停留。蚯蚓經過的地方會留下小通道，這些通道能幫助水和空氣進入土裡，也讓植物的根比較容易伸展。你不需要刻意去捉它們，只要看到它們願意來，就知道方向是對的。當然有些情況也需要調整。第一種是味道太酸太悶，甚至上東西壞掉，這時候通常是綠色材料太多或者太濕太密。解決方法不是整個挖掉，而是加一些乾落葉、稻殼、椰籤，讓它變鬆，讓空氣進去。第二種是表面一直濕到發黏，尤其連續下雨後更明顯。這時候要先減少澆水，檢查排水，不要急住再加新鮮菜葉。第三種是幼苗旁邊太濕，葉子看起來沒有精神。這時候把覆蓋材料從莖旁邊撥開一點，留出一個小圈，讓根部周圍比較透氣。陳偉明第一次遇到問題是在鋪完後的第2週，有一個角落因為放了太多菜葉，聞起來有一點酸。他沒有緊張，也沒有把整塊地翻掉，他只是拿來一袋乾落葉，再加一些稻殼，輕輕鋪在上面。過了幾天，味道就慢慢淡了。那一次他學到照顧土不是追求一次做對，而是願意看見問題，再少少調整。這也是這個方法最好的地方。你不需要每天辛苦地戰鬥，你只要每周問土地3個問題：底下還濕不濕，味道舒不舒服，植物旁邊透不透氣。只要這3件事慢慢變好，土地就正在往好的方向走。最後，我們要把所有方法收回到一個最實在的起點：1平方公尺。請不要小看這1平方公尺，對一個家庭菜園來說，它不是太少，而是剛剛好。因為它不會讓你一開始就累到腰酸，也不會讓你做完以後不知道該怎麼照顧。它是一個你每天經過都看得到，每週都能檢查一次的小地方。你可以選在水龍頭附近，也可以選在廚房窗外看得到的位置。先把雜草踩倒，鋪上乾淨紙箱，再放一層薄薄的綠色材料，像是割下來的草，切小的菜葉，少量咖啡渣。
接住用落葉、稻殼、椰籤或乾草蓋上去，最後慢慢澆水，讓每一層都濕潤。做完以後，不要急住期待奇蹟，你只要在接下來幾週觀察它，看水流得久不久，看味道變得如何，看底下的土有沒有慢慢變柔軟。如果做得順，你可以下一季再往旁邊擴一點。如果覺得太濕，就增加中式材料。如果覺得太乾，就檢查覆蓋層是不是太薄。每一季補上一點落葉、稻殼或已經熟成的堆肥，不需要大動作，也不需要每次從頭再來。這樣的照顧方式，重點不在於一次完成，而在於讓土地慢慢進入一個比較穩定的循環。回頭看今天的內容，其實我們只做了幾件簡單的事。第一，在買更多肥料之前，先觀察土。第二，看見土乾得快、變硬、留不住水時，不急住責怪自己。第三，用乾淨紙箱、綠色材料、中式材料和水做出4層簡單的恢復環境。第四，依照台灣不同地方的天氣調整厚度和材料。第五，用每週1次的小檢查，讓自己知道土地正在往哪個方向走。陳偉明後來常說，他以前以為種菜就是要努力一點，再努力一點。現在他才明白，有時候真正的努力是少做一些打擾，多做一些保護，讓地表不要長期裸露，讓水分不要一下子跑走，讓落葉和稻殼慢慢分解，讓土地裏的小生命有地方住。這些看起來不轟動，卻是菜園能夠長久穩定的根。如果你家也有一小塊空地，這個週末可以先不要急住買肥料，先蹲下來看一看你的土，它是太乾、太硬還是太悶？你可以從1平方公尺開始，給它一層保護，也給自己一個比較輕鬆的開始。也歡迎你在留言裏告訴我，你的菜園在台灣北部、中部、南部還是東部？你家的土比較容易乾，還是比較容易積水？你手邊有紙箱、落葉、稻殼、咖啡渣，還是其他可以利用的材料？你的經驗可能也會幫到另一位正在為菜園煩惱的人。如果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把這支影片傳起來，等你整理菜園時可以一步一步拿出來看。也歡迎訂閱這個頻道。接下來我們會繼續用不誇張、不複雜，也不讓人太勞累的方式，陪你把家裏的小菜園照顧得更穩、更輕鬆，也更有生活的味道。土地不需要一天變完美，人也不需要一天做太多，只要從一小塊開始，慢慢蓋住，慢慢觀察，慢慢調整。有一天你會發現，原本讓你覺得辛苦的後院，已經變成每天早上最想去看一眼的地方。